观众朋友，为你介绍小故事，去食枣无见好歹茶。腹肚枵，食鼎屁较好食鱼甲肉。安尼是真好吃。你足好款待，讲俗语后港毋通讲即个食的物件，讲食的物件，人逐家饭全无爱食，拢要食你的。哎呦，食鼎屁哦！是啊，我这样腹肚规枵起来。莫讲安尼，俗语要讲爱学我。酒醉的时，逐杯拢干疙瘩。你咧讲你家己啊？有影，那倒的酒醉，逐摆嘛，哦，就惯了哦。无啦，我是表现讲咱这个编剧的精神。咱的编导伊本人就是安尼啊。逐摆若出来咧啉酒的时候，即摆若互伊啉3、5杯落去哦，哎哟，逐杯拢捧起拢呱，啊，即摆化棍化赢，伊也要啉；化输伊也要啉啦。今仔日好天，伊也庆祝好天啉；今仔落雨，伊也庆祝落雨啉；今仔乌阴，伊也庆祝讲啊，今仔日乌阴来啉。逐工拢生日就对啦。什么安尼尔？咧别人水嘛替人啉。哎哟，莫咧一工误会无，你家己啉啦，你逐摆嘛拢啉休济。就是讲啊，迄倒迄喏，逐摆若到迄个头一摊吼完了，第二摊差不多拢爱跳迄个面巾安尼拍的。啊，这左囡仔拢有看哦，这左囡仔一定逐摊拢对有对。啊，我都有对伊啊。逐工拢醉的款。我无，阮则袂，迄倒的若酒醉的时阵，我叫伊毋好啉遐济吼，因为直直啉啦，直直啉。我讲叫伊莫开车，伊嘛要开呢，像即款的毋好甲伊学，安尼危险，开车是危险。对呢，啉烧酒袂用开车。对啊。对，因为我你解释。对啊，我头拄你讲吼，你若腹肚枵吼，鼎屁
平食迄款的鱼甲肉搁较好食。什么意思？咱若腹肚枵的时阵，哎哟，鼎比安尼愈薄安尼愈芳，感觉平的鱼搁肉搁较芳。我即摆哪讲腹肚哪枵？但有一天我伫咧咱路边摊，哎哟，看起来物件都无好食，但是腹肚枵，吼，杀了几啊碗啦。我感觉足好食就对啦，迄就是腹肚枵就对啦。啊，我咧讲的俗语吼，今仔日讲的乞食灶吼。无论好歹茶拢安尼烧，照常做就是讲，咱即个乞食人吼本身就是善啊，你对无？人伊有人分，只要若是茶，就拢甲摕落去啊。啊，虽然来讲即个茶较淡来讲哦，但是伊若分久了哦，嘛是共款会倒啊，对吧？你咧骗鬼袂食水？安怎讲？啊，乞食灶，逐项茶拢听下兄，干茶敢会兄呢？周先生先生，请问你手开去啊？毋是开去算算尔啦。拜托你摕落来用无？会使，听我甲摕落哈。哦，我咧气甲，迄干茶袂用去兄的啦，你知无？哦，我知干茶用烧的。白目啦，观众朋友啊，咱做别项代志应该都爱呀。咦，做人爱勤。为怎样愈啉心愈硬，怨叹着无情的男性。